Expand your vocabulary with our Core 2000 Words ebook. It's free and packed with essential expressions that you'll use on a daily basis. Star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today.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download your free Cantonese ebook before it's gone. 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係中西文化嘅交匯點，所以慶祝嘅節日咧，亦都有中有西。我哋會喺呢25集介紹香港慶祝嘅中國傳統節日同埋西方節日。我哋就由最重要嘅節日開始啦，就係農曆新年啦。農曆新年按照農曆曆法，所以每年都唔同日子。例如2014年嘅農曆新年係喺1月31日，而喺2015年就係2月19日。你知唔知喺農曆新年應該着咩顏色嘅衫呢？我會喺呢段影片最後公布答案。農曆新年前後咧都有好多傳統習俗嘅喎。新年前咧，大家都忙住辦年貨啦、封利是、剪頭髮、買新衫，年28仲要大掃除添。而年30晚，一家人就會聚埋一齊，齊齊整整咁食團年飯。到咗年初一，個個都會去長輩屋企拜年，同埋去寺廟度上頭炷香。年初二咧就繼續去其他人屋企拜年。到咗夜晚就會有煙花匯演，好熱鬧㗎。拜年嘅時候咧，每個人都會講一啲好意頭嘅賀詞㗎喎。例如恭喜發財、財源廣進、笑口常開咁啦。而屋主亦都會用揮春同埋年花嚟裝飾屋企，而且準備好利是、全盒同埋年糕嚟招待啲拜年嘅親友。新年食年糕咧，係因為佢聽落嚟似年糕一樣，寓意年年高升。農曆年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派利是啦。利是其實係一個紅色或者金色嘅信封仔，而入邊咧就放咗錢嘅。每一位已婚嘅朋友咧，都會準備好多利是嚟派俾啲未結婚嘅親友，同埋一啲平時成日幫你嘅人，例如大廈管理員同埋清潔工人咁啦。藉住派利是，將祝福同埋好運帶俾佢哋嘅。而好多公司咧，亦都會向員工派發開工利是，祝願新一年事事順利。你以為新年期間任何時候都可以拜年啊？咁就要小心啦。年初3係赤口，係個唔吉利嘅日子，所以通常都唔會出去拜年，亦都係一個好藉口休息一下。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喺農曆新年應該着咩顏色嘅衫呢？喺農曆新年係應該着紅色衫嘅，因為紅色喺中國文化代表喜慶同埋好運，而黑色同白色咧就代表死亡，係新年嘅禁忌。所以記住，千祈唔好喺新年着成身黑色或者白色啊！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慶祝新年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新曆嘅大除夕，亦即係元旦前夕，一個喺世界其他國家都有慶祝嘅節日。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慶祝大除夕呢？你知唔知倒數過後要點樣祝賀人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每年嘅12月31號除夕夜晚，香港周圍都有倒數慶祝活動迎接新年嘅來臨。除咗好多商場會舉行倒數活動之外，政府康文署亦都會舉辦倒數嘉年華，好適合一家大細參與㗎。另外，亦都會好多人租咗成間餐廳嚟開私人 party。喺咁多倒數慶祝活動入面呢，最矚目嘅應該就係維多利亞港嘅煙花音樂匯演。吸引大批市民同埋遊客去到中環同埋尖沙咀星光大道觀賞，萬人空巷㗎。另外呢，香港仲有3個主要嘅大型戶外跨年倒數活動。第一個係銅鑼灣嘅時代廣場，叫做蘋果倒數，概念呢就嚟自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嘅除夕倒數活動。
第二個係尖沙咀嘅廣東道，每年都邀請知名藝人嚟表演，同每個市民一齊跨年倒數。第三個呢，就係中環嘅蘭桂坊，每一間酒吧啊、餐廳啊同埋 club 都座無虛席，連街道都企晒人㗎。到時警方呢，都會喺呢啲地點做封路安排，將車道改晒做行人專用區。大型活動人多擠迫，容易釀成騷動。差唔多每一年嘅倒數活動呢，都會發生衝突或者意外。其中最嚴重嘅就係1993年蘭桂坊嘅人踩人慘劇，一共造成21人死亡、63人受傷，係香港開埠以嚟最多人死亡嘅人踩人事故。吸收咗嗰次嘅慘痛經歷，自此呢，每一次人多嘅地方都會實施人流管制，以免樂極生悲。喺元旦前夕，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都會提供通宵服務，確保各位市民倒數同埋慶祝之後呢，可以安全返到屋企嘅。各位交通工具服務員辛苦晒啦！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倒數之後要點樣祝賀人呢？倒數之後個個都會講新年快樂嚟祝賀人嘅，好多人都會打電話或者互傳短信嚟恭賀親友，令到電話服務負荷好大。可能咧會導致電話打唔通啦，或者短信過咗幾個鐘先到，一啲都唔出奇㗎。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慶祝新年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呢，我哋會介紹中秋節。中秋節係農曆嘅8月15號，呢一晚嘅月亮呢，圓咕碌，即係月圓。月圓喺中國文化象徵團圓，所以到咗呢一日呢，個個屋企人都會一家團聚，一邊賞月一邊食月餅。你知唔知喺中國神話裏面，喺月亮入面生活嘅係咩動物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講到中秋節嘅特色食品，一定就係月餅啦。你有冇食過呢？最初期嘅月餅都係圓形嘅，同天上面嘅月亮一樣。但係近年隨住商業需求逐漸變得多樣化，除咗傳統嘅蓮蓉蛋黃餡，香港仲興起冰皮月餅，同埋其他由傳統月餅變奏出嚟嘅新口味，例如鮑魚、燕窩、芝麻、叉燒等等。而冰皮月餅呢，就係一種凍食嘅新式月餅，食嘅時候口感有啲似雪糕，有機會一定要試下。喺香港，中秋節嘅公眾假期係喺第二日嘅，方便大家喺中秋節夜晚玩得盡興一啲。呢一晚呢，細路仔都會拎住佢哋最中意嘅卡通人物燈籠，而後生仔就會玩蠟燭，甚至煲蠟。但係近年呢，因為煲蠟而發生好多火災同埋燒傷。而且咧，通常喺公眾場所留低一大堆好難清理嘅蠟跡，所以政府已經將煲蠟定為犯法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中秋節嘅神話。傳說入面，天上面有10個太陽，令到地球過熱，人人都生活得好艱苦。於是天帝就將好叻射箭嘅后羿同埋佢嘅老婆嫦娥派到凡間，解除人民嘅苦難。后羿不負所託，將多餘嘅9個太陽都射咗落嚟。於是王母娘娘就送咗2粒長生不老仙藥俾佢同嫦娥。但係喺8月15號，后羿嘅徒弟趁佢出咗去嘅時候，逼嫦娥將仙藥交俾佢。嫦娥情急之下就將仙藥吞咗，於是就飄離地面，升咗上月亮啦。中秋節嘅另一個習俗就係舞火龍。每年中秋節前後連續3晚都會可以喺銅鑼灣嘅大坑見到火龍喺街度舞動，而呢一項活動呢，更加喺2011年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令到呢個香港傳統可以延續。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喺中國神話入邊喺月亮生活嘅係咩動物呢？喺中國神話入邊，月亮度住嘅係兔仔，叫做月兔。佢喺月亮上面陪住嫦娥噶。
科學上面嚟講咧，係因為月亮表面嘅明暗區域分佈睇嚟似一隻兔仔，因而為名嘅。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新知識？喺你嘅國家會唔會慶祝月圓之夜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咧，我哋會介紹香港嘅聖誕節。相信大家都好熟悉，聖誕節就係喺12月25號。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慶祝聖誕節啦。你估下喺香港嘅酒店食一餐聖誕大餐要幾多錢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香港嘅聖誕氣氛唔錯㗎，男女老幼都會為形形色色嘅派對約會忙到不得了。當然喺 party 度一定會交換禮物啦，所以大家會出街 shopping。而市面上所有嘅店鋪都會大減價，滿足大家嘅購物慾。等我話你知喺香港聖誕節前後最熱鬧同埋裝飾得最美輪美奐嘅地方啦，係尖沙咀嘅海港城商場、1881同埋半島酒店，仲有銅鑼灣嘅時代廣場、中環嘅皇后像廣場同埋大嶼山嘅迪士尼樂園。喺維多利亞海港兩邊嘅建築物同埋大廈咧，亦都掛滿燈飾，所以無論係香港人或者遊客都會坐天星小輪觀賞海港兩邊嘅夜景㗎。喺香港嘅聖誕同埋外國嘅最唔同，大概就係聖誕大餐啦。外國通常係一家人喺屋企食，但係喺香港咧，普遍都係喺餐廳同埋酒店食或者叫到會㗎。每一間餐廳同埋酒店都會推出充滿聖誕特色嘅套餐同埋自助餐服務，唔一早訂位嗰晚就好難揾位㗎啦。因為香港從來都唔會落雪，所以某啲商場咧會做啲假嘅飄雪、假嘅雪人同埋冰面嚟吸引客人。亦都因為天氣太熱咧，香港係冇室外溜冰場嘅，但係咧就有好幾個室內溜冰場啦。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估下喺香港嘅酒店食一餐聖誕大餐要幾多錢呢？喺香港嘅酒店食一餐聖誕大餐，平均消費係每人港幣650蚊，即係大概美金85蚊。比起你嘅國家，算係貴定平呢？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慶祝聖誕節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端午節。端午節係農曆5月5日，用嚟紀念古代詩人屈原投江自盡嘅。聽起嚟可能匪夷所思，點解為一個自殺嘅詩人而立一個節日，仲要係公眾假期呢？詳情請繼續收睇呢段影片啦。你估下喺香港邊一個地區最有端午節嘅氣氛？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而家我哋嚟探討一下端午節嘅來源啦。屈原當時係楚國嘅司徒，曾經好多次建議楚襄王要聯同齊國抗衡秦國，但係都說服唔到昏庸嘅楚襄王，甚至俾佢流放。最終楚國就俾秦國所滅。愛國嘅屈原眼見國家破碎，痛不欲生，於是就喺農曆5月5日抱住石頭跳咗落汨羅江自盡。屈原生前亦都作咗好多詩歌，抒發自己憂國憂民嘅心情，所以就被稱為愛國詩人啊。喺端午節，人人都會食粽，粽係用長形嘅竹葉或者蘆葦葉，將糯米同埋配料包住，然後蒸熟嚟食嘅。粽嘅起源係因為屈原投江自盡，楚國百姓非常傷心，又怕屈原嘅屍體俾啲魚同埋蝦食咗，所以就用竹筒裝咗啲米食，抌入去缸入邊，希望將啲魚同埋蝦餵飽。後嚟就慢慢演變成用筍皮或者竹葉包咗抌入缸入面。到咗現代，粽有好多唔同種類，有鹹有甜，
包括鹹嘅肉粽同埋甜嘅鹼水粽。端午節嘅另一個習俗就係爬龍舟，佢嘅起源呢亦都係因為屈原投江自盡，於是楚國百姓不停喺度爬艇打撈佢嘅屍體。到咗現代，爬龍舟已經變咗一種表現團體精神嘅運動，而且每年都舉辦龍舟競渡。近年嚟呢，更加發展成國際賽事，仲喺1991年成立咗國際龍舟聯合會。到咗2012年11月，已經有74個會員國同埋3個會員資格審核中嘅國家。龍舟有別於外國盛行嘅獨木舟或者白人式嘅爬艇，而係一種需要更多默契、更多氣力嘅運動。一般龍舟船身呢，大概12米長，載住22位船員，一位坐喺船頭打鼓振奮士氣嘅鼓手，同埋一位坐喺船尾嘅舵手。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估下喺香港邊一個地區最有端午節嘅氣氛？喺香港最有端午節氣氛嘅地區係赤柱，因為每年呢度都會舉辦最大型同埋歷史最悠久嘅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而赤柱大街呢亦都同時會舉行嘉年華會，好熱鬧㗎。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好似端午節咁樣推廣運動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香港嘅情人節，同外國一樣，香港亦都係喺2月14日慶祝情人節嘅。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慶祝㗎啦。你估下喺香港情人節買一打玫瑰花大概要幾多錢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喺呢個浪漫嘅日子，街上面呢全部都係一對對嘅情侶，都係拍拖、睇戲、食飯呢啲指定動作。而呢一日情侶之間會互送禮物，通常呢係男仔送俾女朋友嘅比較昂貴，例如首飾同埋名牌手袋咁啦。而女仔呢通常都會買啲電子產品啊或者服飾俾男朋友嘅。另外仲有一個充滿香港特色嘅就係，某啲女仔會要求男朋友送花去佢公司，甚至自己訂花送到公司，先可以喺其他女同事面前有 face 㗎。送禮物令到情人節成為一個高消費嘅日子。唔怪得知好多人都覺得情人節變得越嚟越商業化。其實喺情人節拍拖都唔一定要大灑金錢，喺屋企一齊煮飯或者比高級餐廳嘅燭光晚餐仲溫馨。自製獨一無二嘅心意卡同埋禮物，或者更加能表達心意。其實浪漫都唔一定要同金錢同埋物質掛鈎啊，你話係唔係？我諗同其他好多國家一樣，喺情人節呢，有唔少男仔會同女朋友求婚，亦都有啲情侶會選擇喺呢一日結婚。但係近年原來喺呢一日亦都有好多人分手喎，而香港就係一個分手潮，原因各式各樣，例如收嘅花唔夠其他女同事嘅大，又或者男朋友唔中意帶佢哋去高級餐廳，雙方嘅價值觀呢差異喺呢日特別顯著㗎。情人節係一個非常吸金嘅日子，喺80、90年代呢，普遍係由男仔俾晒慶祝嘅開支。但係隨住女性經濟能力較以往好，加上男女平等觀念，而家唔少女仔咧都願意分擔拍拖嘅開支㗎。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估下喺香港情人節買一打玫瑰花大概要幾錢呢？喺情人節買一打玫瑰花需要大概港幣800至1000蚊，即係大概美金100至130蚊。當然喺啲高級嘅花店呢，仲要好幾倍添啊！比起你嘅國家，算係貴定平呢？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新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慶祝情人節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盂蘭節。
喺中國傳說入面咧，農曆7月15係鬼門關大開嘅日子，所以喺嗰段時間孤魂野鬼可以由陰間嚟到陽間。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過盂蘭節啦。你知唔知盂蘭節係嚟自邊一個宗教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喺盂蘭節前後嘅日子，某啲人會喺屋企供奉祖先以表孝心，以及祈求祖先庇佑。亦都有啲人會喺路邊燒香、金銀衣紙同埋祭品，用嚟供奉同埋超度遊魂，等佢哋唔會成為餓鬼同埋窮鬼，同埋令一啲枉死嘅冤鬼安息。有啲人可能覺得呢個節日咧太荒謬，但係對於中國人嚟講就係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仲有一點就係香港人通常會用污糟嘢嚟代表鬼魂，例如見到污糟嘢就係代表見到鬼。喺呢個關乎鬼神嘅農曆7月有好多禁忌，夜晚唔好留喺街度，亦都唔好捱夜，因為喺深夜人氣虛，但係鬼氣旺。喺街度唔好靠近牆邊走，因為鬼鍾意靠牆企。喺室內唔好開遮，因為係拜祭死人嘅其中一個禮儀，可能會將鬼請入屋入邊嘅。夜晚唔好去游水，因為怕被鬼拉腳。唔好結婚、外遊、搬屋，總之諸事不宜。你知唔知喺中國神話入邊，掌管陰間嘅係閻羅王，所以鬼門關就係佢把守嘅。閻羅王有一本生死簿，記錄住每一個人嘅壽命，而佢2位手下牛頭馬面就負責去到陽間，將過世嘅人嘅魂魄帶到陰間。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盂蘭節係嚟自邊一個宗教嘅呢？有關盂蘭節嘅起源其實有2個講法。一個係嚟自佛教，一個係道教。2個宗教都有關於盂蘭節嘅記載同埋特定儀式。喺唐朝嘅時候，更加係2者一齊慶祝添。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類似盂蘭節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冬至。對中國人嚟講，除咗農曆新年，冬至可以話係最重要嘅傳統節日。而日子咧，通常就喺西曆12月22號左右，係1年之中黑夜最長嘅一日。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慶祝冬至啦。你估下喺邊一個地區冬至係公眾假期？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傳統有冬大過年嘅講法，即係冬至比新年更加重要。咁係因為中國古代係農耕社會，需要符合天時嚟耕種農作物。於是當時嘅中國人憑經驗觀察天文同埋自然規律，發現冬至係1年之中白晝最短嘅一日。通常過咗呢一日咧，白晝就會逐漸增長，開始冬去春回。就係咁，萬象更生其實唔係由年初1開始，而係冬至。喺冬至呢一晚，大家都會一家團聚食飯，叫做做冬，同親友好好食一餐豐富嘅晚飯，再食湯圓應節，共聚天倫，就係開始新一年嘅最佳方法。由現代西方天文學嘅知識嚟講，古代中國人對於冬至嘅想法竟然係合乎科學邏輯。喺呢一日，太陽幾乎直射南迴歸線，導致北半球嘅白晝全年最短。你知唔知點解食湯圓係冬至嘅傳統習俗？湯圓係一種用糯米粉做成嘅圓形甜品，象徵團圓。喺某啲地區，喺冬至食過湯圓就象徵年長1歲。湯圓有好多唔同嘅餡，最普遍嘅係黑芝麻同埋花生，仲有充滿上海特色嘅桂花酒釀丸子，諗起都想食啊！喺冬至當日，大部分公司都會批准員工早1-2個鐘落班，等佢哋早啲返屋企共聚天倫，好好喺年中食一餐豐富嘅晚餐。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估下喺邊一個地區冬至係公眾假期？其實冬至喺香港係冇被列為公眾假期嘅，冇藉口放假，所以細路仔甚至部分大人都唔係好重視冬至嘅。
而同香港只不過一海之隔嘅澳門，就係華人社會中唯一將冬至列為公眾假期嘅地方啦。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慶祝冬至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你喺咩時候會同媽媽講聲多謝呢？你有冇覺得年紀越大，同媽媽傾偈就越嚟越少？你識唔識得珍惜同你媽媽相處嘅時光呢？喺香港，喺5月嘅第2個星期日係用嚟慶祝母親節嘅。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會喺嗰日點樣表示對媽媽嘅愛意啊！你知唔知喺香港喺母親節應該對媽媽講咩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每逢母親節，每一位仔女都會用各種方式表達對媽媽嘅關懷同埋尊敬。最普遍呢，就係一齊去茶樓或者酒樓飲茶嚟慶祝啦。所以度度都滿座，唔一早訂位嘅話呢，嗰日一定揾唔到位㗎。好多食肆亦都會乘機推出母親節套餐，用啲名貴同埋養顏嘅材料，寓意佢哋青春常駐。除咗去飲茶，有啲仔女亦都會送一啲小禮物俾媽媽，例如康乃馨、心意卡、首飾等等。近年香港亦多咗蛋糕教室，教後生仔親手做甜品送俾媽媽。而所有幼稚園同埋小學都會喺母親節之前教學生做勞作手工，自製窩心禮物仔送俾媽媽。飲茶同埋送禮物之外，有啲家庭主婦喺呢一日可以唔使做家務。仔女同埋老公會主動做家務，等呢啲媽媽休息一下之餘，亦都向每日辛勞佢哋表達謝意。而身喺外國嘅仔女呢，亦一定會喺呢一日同媽媽互通電話或者 webcam， 祝福同埋問候一下。喺廣東歌之中，歌頌母愛偉大嘅寥寥可數，當中最為人熟悉同埋愛戴嘅係樂隊 Beyond 喺1989年推出嘅《真的愛你》。呢首歌呢，大熱，專輯仲獲得雙白金成績添。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喺香港喺母親節應該對媽媽講啲咩呢？喺香港記得喺母親節一早同媽媽講母親節快樂，同埋我愛你，再加一個擁抱。不過喺含蓄嘅中國人社會入邊，後面兩項對某啲人嚟講可能有啲難度啊。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喺咩時候慶祝母親節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你同爸爸嘅關係點嘅呢？平時會唔會坐低傾下偈？喺香港，父親節係喺6月嘅第3個星期日。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度過呢一日啦。你知唔知喺父親節應該對爸爸講啲咩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一般嚟講咧，父親節冇母親節咁多人慶祝㗎喎。可能係因為一啲爸爸大部分時間都喺度返工賺錢養屋企，放工返到屋企嘅時候，細路仔已經瞓咗，咁好可惜啦，導致同仔女關係疏離。尤其咧係小朋友相對上都比較親近媽媽嘅。咁當然啦，仍然有好多愛錫爸爸嘅仔女會喺呢一日好好孝敬爸爸嘅。同上一集提及嘅母親節一樣，喺父親節亦都會一家人去茶樓或者酒樓飲茶慶祝。通常係父親自己或者有收入嘅子女俾錢，同埋送一啲小禮物同埋心意卡俾爸爸。禮物方面通常就視乎爸爸嘅興趣啦，例如中意高爾夫球嘅會收到高爾夫球球棒，中意新科技嘅就會收到電子產品等等。而喺父親節之前，所有幼稚園同埋小學亦都會教學生做勞作手工，自製小禮物送俾爸爸。例如紙做嘅領呔同埋公事包，又或者木條做嘅相架，無論手工如何，都一定可以令到各位爸爸喜上眉梢嘅。
喺中國嚴父慈母嘅傳統觀念入面，爸爸嘅形象咧一向都係嚴肅而有威嚴，而媽媽咧就係和藹可親。爸爸對仔女嘅愛亦都非常含蓄同埋內斂，所以難怪好多細路對爸爸都抱住敬畏嘅態度。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喺父親節應該對爸爸講啲咩呢？喺父親節應該對爸爸講父親節快樂。而對好多人嚟講，對爸爸講我愛你就非常尷尬同埋難以開口添。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喺咩時候慶祝父親節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你鍾唔鍾意扮鬼扮馬呢？你又鍾唔鍾意萬聖節呢？近年喺香港越嚟越多人慶祝呢個節日。今集我哋就睇下香港人喺10月31晚點樣慶祝萬聖節。你知唔知 Trick or Treat 喺香港係點講嘅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喺外國，細路仔都會喺萬聖節着住鬼怪服裝，戴住面具，逐家逐戶收集糖。但喺香港呢，因為治安問題就唔係好普遍啦，反而後生仔就會大肆慶祝，乘機狂歡一晚。喺萬聖節前嘅週末，除咗鬼怪主題嘅派對之外，亦都有好多制服派對，令一班鍾意角色扮演嘅朋友發揮所長。而喺聖誕節當晚呢，中環嘅蘭桂坊成個區域都塞滿各式各樣嘅蛙鬼，恐怖核突嘅喪屍，性感妖艷嘅妖精，詭異嘅科學怪人，大熱嘅漫畫人物等等，喺酒精同埋音樂嘅影響下，都會變成最佳嘅派對伙伴㗎。要喺香港體驗萬聖節，就一定要去蘭桂坊。如果想喺香港過一個冇酒精嘅萬聖節，就要去海洋公園嘅哈囉喂。一班蛙鬼咧匿埋喺公園入面，趁你唔覺意突然出現，嚇你一跳。尤其是喺古色古香嘅香港老大街，遇到清朝僵屍同埋倩女幽魂呢啲經典鬼故人物，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啊！除此之外，公園入面仲有幾間鬼屋，同埋好多蛙鬼 show，將萬聖節嘅恐怖氣氛推到高峰。喺香港好多西式餐廳呢，亦都會喺10月推出萬聖節套餐，將好味嘅食物配一個怪異嘅造型，又恐怖又刺激。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 Trick or Treat 喺香港係點講嘅呢？ Trick or Treat 嘅中文意思係唔俾糖就搗蛋，但其實喺香港所有人都係講英文嘅 Trick or Treat 㗎，係咪好方便呢？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慶祝萬聖節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呢，我哋會介紹一個喺香港起源嘅節日——長洲太平清醮。呢個喺農曆4月舉行嘅節日呢，每年都吸引好多遊客同埋本地人慕名而來。而家就嚟睇下係一個咩節日嚟㗎啦！你估下喺包山上邊掛咗有幾多個平安包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長洲太平清醮係香港獨有嘅民間節慶。熱鬧又富地道色彩，更加喺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證醮日嘅飄色巡遊係節慶嘅高潮，每一架花車呢都會有一個獨立嘅故事主題，而且由小朋友裝扮成古君人物或者傳說中嘅角色，企喺花車嘅支架上面，喺街道同舞龍舞獅一齊巡遊演出。以前太平清醮嘅證醮日期係由問杯嚟決定嘅。但係由2001年開始就定於每年嘅農曆4月初8，慶典長達7日，打醮期間禁止殺生同埋要進行齋戒，令到肉體同埋精神上都潔淨。
所以呢段期間，全長洲嘅餐廳只會供應素食，連島上面嘅麥當勞餐廳亦都只會供應蘑菇包呢啲冇肉嘅食物。喺太平清醮期間，北帝廟前面就會搭建3個掛滿平安包嘅包山嚟祭祀嘅。居民相信呢啲包可以保一家平安健康，所以就叫平安包。所以醮期之後，每個氏族都會派人去搶包，就發展成為而家嘅搶包山比賽啦。搶包山比賽第2日，北帝廟前面就會免費派發平安包，而喺呢段期間，島上面嘅餅店亦都會製造平安包出售嚟㗎。搶包山活動喺1978年發生倒塌事故，超過100人受傷，自此都一直停辦，直至2005年起恢復，而且以鋼鐵支架取代傳統嘅竹棚嚟搭建包山，同埋限制參賽者數目，以免事件重演。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估下喺包山上面掛咗有幾多個平安包？包山大概高14米，直徑3米，上面掛咗超過9000個平安包㗎。由2007年起，比賽用嘅包山就改掛膠做嘅仿真包，以減少浪費食物。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類似太平清醮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做牙，呢個係一個只有商家先會慶祝嘅節日，藉住每月2次嘅土地神祭祀活動，祝願財神保佑生意興隆。除咗香港，仲有另一個地區都有做牙嘅習俗，你知唔知喺邊度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佈答案。一般嚟講，每個月嘅初2同埋16都係做牙嘅日子。由農曆2月2號土地神誕日開始做頭牙，到1年最後嘅一次喺農曆12月16號舉行嘅尾牙，每一次都會用啲雞肉啊、豬肉啊、魚咁嘅肉類嚟拜祭土地神嘅。而有包員工膳食嘅公司都會喺做牙嘅日子加餸，膳食比平時豐富㗎。做牙嗰日，老闆會喺吉時喺放滿祭品嘅公桌前面上香同埋拜祭土地神。佢哋祭祀嘅土地神又叫土地公公，係中國民間信仰普遍嘅眾神之一。祭祀佢嘅目的主要就係為求福、求財同埋保平安。喺香港一啲舊區呢，可以見到店鋪或者住宅門外地上面呢，放住供奉土地神嘅神主牌，千祈唔好踢到啊！有啲公司老闆喺尾牙嘅時候會舉行聯歡聚餐，同埋發放年終獎金嚟犒賞員工1年嘅辛勞。但原來尾牙仲有一個有趣嘅習俗，以前如果公司決定喺新1年解僱某一位員工呢，就會喺尾牙嘅時候將菜肴入邊嘅雞嘅嘴指住佢，等佢有被炒魷嘅心理準備。不過喺現今社會，勞資雙方都會盡量建立和諧嘅關係，所以就唔會再咁做啦。而尾牙嘅時候，亦都會將雞頭向上，以免雞嘴指住任何一位員工。而做牙時用嚟拜土地神嘅燒豬，喺儀式之後會分送俾員工，俗稱分豬肉。而呢個詞就成為咗香港嘅流行語，意思係比喻頒獎禮入面每一個人都有獎嘅情況。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除咗香港，仲有另外一個地區都有做牙嘅習俗，你知唔知喺邊度呢？有做牙習俗嘅地區，除咗香港，仲有台灣。而尾牙嘅時候，台灣嘅應節食物就係割包，食法好似西方嘅三文治，將肉類夾喺夾包入邊一齊食。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新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類似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清明節。喺香港，每年嘅4月4、5或者6號其中一日，大家都會放清明節假。而家就嚟睇下呢個係一個乜嘢嘅節日啦。你知唔知拜山嘅時候應該用乜嘢花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清明節嘅傳統活動係拜山、掃墓同埋祭祖，即係去到祖先嘅墓碑前面上香、除雜草、燒紙錢同埋紙紮祭品，一盡孝道。而且適逢春天開始，所以拜山之後呢，有啲家庭亦都會乘機去郊遊，呼吸下新鮮空氣嘅。有啲家庭會提早幾日甚至幾個禮拜去拜山，避免人多擠迫。所以拜山掃墓嘅傳統並唔限於清明節當日㗎。喺清明節用嘅紙紮祭品係一啲燒俾先人、仿造日常產品嘅紙製物品，後人希望可以傳達到陰間嘅祖先，等佢哋喺嗰度都可以生活富裕。紙紮祭品款式多不勝數，有房車、別墅、工人、遊艇、遊戲機、手提電話、護膚品、寵物等等，所有我哋會用嘅嘢都會有一個紙製嘅版本。清明節通常有一個常見嘅現象，就係經常發生山火。有啲人喺拜山嘅時候留低火種，又或者冇喺金屬桶入面燃燒紙錢同埋紙紮祭品，因為人為疏忽而引致山火，燒毀大量樹木同埋野生動物。呢種事件備受社會關注，政府亦都立例管制同埋呼籲市民提高警覺性。關於清明節有一首好著名嘅詩，係杜牧嘅《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拜山嘅時候應該用乜嘢花呢？拜山最常用嘅花係菊花，因為菊花含有思念、懷念嘅意思，其中白色嘅菊花更加代表祭典。所以清明節大部分人都會喺墳前獻上菊花嚟表示悼念故人。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以乜嘢方式嚟紀念祖先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復活節。呢個節日對於你嚟講係關於宗教嘅呢，定係關於朱古力，抑或係關於放假嘅呢？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過復活節啦。你知唔知香港有幾多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復活節被設定為每年春分月圓之後嘅第一個星期日。喺呢個之前嘅星期五就係耶穌受難日，喺呢個之後嘅星期一就係復活節星期一。喺香港，由耶穌受難日開始到復活節星期一呢4日都係公眾假期。香港市民會趁住呢幾日嘅假期，以唔同嘅方式輕鬆一下。雖然復活節係一個宗教節日，但係一眾企業咧都視呢個長假期為商業機會，密密部署策略，搶攻復活節嘅消費黃金檔期，令到復活節變得商業化。大部分嘅酒店同埋商場都會裝飾一番，推出尋蛋遊戲，同埋舉辦復活蛋或者朱古力蛋製作班。而香港嘅迪士尼樂園亦都佈置得美輪美奐，仲推出復活節系列活動同埋限量版商品，吸引大量遊客同埋本地人入場玩嘅。因為復活節喺中國大陸唔係公眾假期，入場人士少咗一啲嚟自大陸嘅遊客，所以相信比起其他節日嘅假期冇咁擠迫㗎。城中有好多餐廳都會推出復活節嘅主題菜單，麵包店、蛋糕店仲會精心焗製可愛嘅兔仔同埋雞仔造型食品，惟肖惟妙㗎。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香港有幾多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呢？香港有超過80萬個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喺復活節期間，香港各區嘅基督教同埋天主教教堂都會分別舉行彌撒同埋復活節崇拜。
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慶祝復活節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啦！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元宵，呢個係喺每年農曆正月15新年嘅第一個月圓之夜。而家就嚟睇下香港人係點樣慶祝呢個傳統節日啦。元宵亦都有中國情人節嘅稱號，你知唔知點解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元宵節嘅主要節目係賞花燈。香港每年都舉辦元宵彩燈會，節目包括大型彩燈展覽、民族歌舞、傳統舞台技藝等。到時仲有點燈、猜燈謎活動同埋遊戲攤位，適合一家大細㗎。由賞花燈衍生出嚟嘅猜燈謎，指嘅係喺燈籠上高寫上謎面，路過嘅遊客一邊上燈一邊思考答案。喺元宵節仲可以睇到熱鬧嘅醒獅表演。醒獅係一種融合武術嘅傳統表演藝術，一般由兩位舞者一頭一尾披住獅子裝飾，配合鑼鼓音樂同埋彩青、翻滾等動作，充滿動感㗎。不過醒獅嘅獅子造型同西方文化入邊嘅獅子非常唔同，所以有機會嘅話呢，一定要欣賞一下喎。元宵佳節最好就係同摯愛一齊度過，所以一家人聚下食餐飯，為農曆新年一輪又一輪嘅慶祝做一個完美嘅結束。喺之前講解冬至嘅嗰段影片入邊，我哋都提到湯圓象徵團圓，所以喺元宵呢一日，我哋亦都會食湯圓，甜甜地，亦都攞個好意頭啊！元宵通常係喺1月或者2月，而2014年嘅元宵呢，將會喺2月14號，即係同西方情人節嘅同一日，非常難得嘅巧合啊！而家我哋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啦。元宵亦都有中國情人節嘅稱號，你知唔知點解呢？元宵亦都叫中國情人節，咁係因為喺古代年輕嘅女仔呢係唔可以出門嘅，唯獨元宵節一日就可以破例結伴上街賞花燈，所以嗰一日係未婚男女相識難得嘅好機會，亦都係男女青年同情人相會嘅好時機。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好似元宵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中國嘅國慶。1949年10月1號新中國成立，所以以後每年嘅10月1號都係國慶日。國慶日假期係中國係一個喜慶嘅節日，但喺香港就令人聯想到一個悲劇。國慶節期間，香港嘅商場同埋名店總係會比平日更加人山人海。你知唔知點解呢？我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喺中國大陸，國慶日係一個非常重大嘅節日，稱之為11黃金週。7日嘅假期入邊，到處都舉行慶祝。除咗去天安門睇升旗同埋閱兵等各種儀式，好多人都會趁呢個時候回鄉探親或者出外旅行，導致嚴重塞車，車票難求啊！喺另一邊廂，根據統計，對於香港人嚟講，國慶日只不過係1日嘅假期，冇乜嘢咁值得慶祝。唯一吸引港人嘅呢，就係喺維多利亞港舉行嘅國慶煙花匯演，每年都吸引海港兩岸大量市民觀賞㗎。但係喺2012年，一艘客船載住127個人前往中環對開海面欣賞煙花嘅時候，俾另一隻雙體船攔腰撞擊，之後就迅速翻沉。事件造成39人死亡，101個人受傷，令到本來慶祝嘅活動頓變愁雲慘霧。呢個係香港史上最嚴重嘅海上事故，同埋遇難人數最多嘅災難事故之一。香港賽馬會每年亦都舉行國慶賽馬日，
當日除咗賽馬之外，仲有著名中國歌唱家同埋傳統技藝表演者喺馬場入邊舉行各式文藝同埋民族表演，同馬迷一齊歡度一個充滿民族特色嘅國慶日。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國慶節期間，香港嘅商場同埋名店總係會比平日更加人山人海。你知唔知點解呢？咁係因為國慶黃金週令到大量大陸遊客嚟到香港購物，所以雖然香港嘅國慶節假期只有一日，但係成個禮拜都人頭湧湧，尤其是名店同埋商場。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邊一日同埋點樣慶祝國慶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呢，我哋會介紹佛教最重要嘅節日佛誕。喺每年嘅農曆4月初8，全港嘅佛堂寺廟都會有禮佛慶典同埋浴佛法會，紀念佛祖釋迦牟尼嘅誕生。佛誕又稱浴佛節，你知唔知點解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佛誕最主要係藉住浴佛活動，提醒人運用佛陀嘅智慧，洗去內心嘅污染，淨化心靈，勸人行善積德，樂善好施。佛教嘅倫理道德規範，旨意為導人向善同埋提升人類精神境界，而且係建立和諧社會嘅重要力量。呢種特殊功能呢，可以話係其他傳統節日無法取代㗎。喺香港，大嶼山嘅寶蓮寺係佛教聖地。喺嗰度嘅天堂大佛喺2008年之前都係世上最高嘅戶外青銅座佛像，而大佛下面嘅祭壇更加供奉住佛祖嘅舍利子。寺入邊有好多副中國特色嘅建築物，好值得參觀㗎。除咗拜佛，仲可以喺度享用佛門齋菜，有機會不妨去一趟洗調心靈之旅啊！喺佛誕嗰一日，寶蓮寺會舉行莊嚴盛大嘅浴佛節慶典。包括公眾浴佛儀式同埋少林功夫表演。浴佛儀式係指由善信以香湯淋浴佛身，寓意以佛祖嘅智慧淨化心靈。1998年，覺光法師為香港成功爭取佛誕為公眾假期，成為香港佛教發展上嘅一個重要里程碑。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佛誕又稱浴佛節，你知唔知點解呢？佛誕叫做浴佛節，係因為相傳佛祖誕生嘅時候，天上面有九龍吐水到佢身上沐浴，所以日後佛誕都會有呢個儀式。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關於佛教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香港回歸紀念日。呢個係一個紀念香港回歸中國嘅日子。每年嘅7月1日，香港人都會以一個幾特別嘅方式嚟慶祝㗎。你知唔知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嘅官方名稱啊？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每年7月1號早上7點58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全體行政會議成員同埋各主要政府官員都會出席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嘅升旗儀式。到時仲有警察樂隊奏樂，同埋飛行部隊同埋紀律部隊喺空中同埋海上敬禮。之後就會有慶祝酒會，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出席。而到咗夜晚，維多利亞港會舉行璀璨嘅煙花匯演。自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開始，每年都有7一遊行，主要係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推動香港人權活動同埋公民社會嘅發展。最大型嘅分別係2003年、2004年同埋2012年。喺2003年，香港政府嘅基本法第23條嘅立法程序激起大量嘅民怨，市民都着上黑色衫參與遊行，數據顯示遊行人數超過50萬。
香港人理性和平咁樣表達訴求，終於第23條立法被擱置，而7·1大遊行亦都成為香港人嘅精神象徵。隨後每年嘅7·1大遊行主要係為咗爭取普選、捍衛民主自由同埋改善民生，以非暴力嘅作風向政府申訴民意。香港賽馬會亦都舉行香港回歸賽馬日，當日除咗賽馬之外，仲有節目攤位同埋舞台表演，成個嘉年華咁㗎，不過就只限成人入場。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嘅官方名稱呢？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嘅官方名稱係中華民國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以香港回歸紀念日呢，亦都稱之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你嘅國家又係邊一日成立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人日，即係每年農曆正月初七。根據中國嘅傳統咧，呢一日係所有人嘅生日。喺2014年，人日係喺2月6號，而喺2015年就係喺2月25日。而家就嚟睇下究竟人日係乜嘢嚟㗎啦。你知唔知喺人日呢一日應該點樣同人打招呼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顧名思義，人日就係人嘅生日。呢度唔係指某個人嘅生日，而係全人類嘅誕生。呢個節日咧，至少有2000年以上嘅歷史，起源自中國嘅古代文獻記載入邊，上天創造萬物嘅次序：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意思係上天第一日創造咗雞，第二日創造咗狗。如此類推，第7日就創造咗人類。據說喺漢朝已經有人日呢個習俗，古時啲人會喺人日當日戴上一種叫人勝嘅頭飾，仲會喺呢一日登高同埋作詩，亦都會放炮仗、煙花等習俗。所以人日亦都係火嘅生日。人日仲有一個習俗嘅就係，如果當日天氣晴朗，就代表呢一年人人平安、出入順利。到咗現代，雖然人日喺香港冇乜嘢慶祝，但係有啲蛋糕店咧會推出有啲新年喜慶特色嘅生日蛋糕，等大家一齊過生日㗎。由於新年唔同嘅日子係唔同動物嘅生日，所以亦都有習俗禁止宰殺當日生日嘅動物。例如新年第一日係唔會殺雞，而人日當日亦都唔會對囚犯用刑。而家我哋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啦。你知唔知喺人日應該點樣同人打招呼呢？喺人日可以對人哋講生日快樂或者人日快樂，通常對方都會回應你都係啊。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類似嘅活動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咧，我哋會介紹天后誕。每年農曆3月23號，香港嘅天后廟都會舉行盛大活動，慶祝天后寶誕佳節。喺2014年，天后誕係喺4月22號，而喺2015年呢，就係喺5月11號。雖然天后係水上人嘅守護神，但係好多天后廟嘅位置都處於內陸地區，你知唔知點解呢？我會喺呢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由於香港早期係一個漁港，所以香港好多受人崇拜嘅神都同海洋有關，而天后就係水上人嘅守護神。究竟天后係邊個呢？有傳天后係一位生於960年叫林默嘅女子，佢熱心助人，致力於慈善公益，而且仲可以預測天氣變化，喺海難入邊救人無數㗎。所以沿海居民同埋漁民都視佢為守護神，仲建廟奉祀，祈求風調雨順，漁獲豐收。
香港各區共有70多間天后廟，其中要赤柱嗰間歷史最悠久同埋最有名。喺天后誕嗰日咧，有多達3-4萬信眾嚟參拜㗎。新界等地區咧，亦都會舉行會景巡遊、舞龍舞獅、花炮會、神功戲咁樣，非常熱鬧同埋壯觀㗎。早喺1962年已經有天后誕巡遊嘅雛形，當年有6個大型嘅花炮會喺差唔多同一嘅時間，由元朗市嘅唔同方向出發，向住天后廟前進。有一啲花炮嘅舞獅仲沿途向商戶進行採青儀式，令到元朗區嘅市內交通嚴重癱瘓。為咗解決交通問題，於是警方同主辦單位開始將循環路線統一，出嚟嘅效果對於政府官員同埋信眾嚟講都非常成功，於是就演變成1年1度嘅會景巡遊啦。2012年旅遊發展局喺天后誕舉行海上巡遊，40艘漁船隊伍跟隨代表香港嘅中式帆船，經維多利亞港前往西貢大廟灣嘅天后廟祈福，等市民可以喺維多利亞港兩岸欣賞到掛滿彩旗嘅漁船。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雖然天后係水上人嘅守護神，但係好多天后廟嘅位置咧都處於內陸地區，你知唔知點解呢？其實好多天后廟咧原本係靠近海邊嘅，但係後來因為不斷填海嘅關係，天后廟嘅位置逐漸變成內陸地區。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個類似天后誕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驚蟄，相信好多香港人對於驚蟄就唔係好熟悉，但係如果我話打小人，咁大家一定都知道啦。驚蟄通常喺3月6號附近，喺香港傳統上咧係打小人嘅日子。而家就嚟睇下究竟係咩一回事啦。你估下打一次小人嘅價錢係幾多？我會喺呢一段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驚蟄係中國24節氣入邊嘅第3個，蟄代表喺度冬眠嘅蛇蟲鼠蟻，所以驚蟄咧就代表初冬季節交替嘅時候形成嘅雷聲，將佢哋都叫醒。喺呢個之後咧，就大地回春，新生命誕生，農民亦都開始播種插秧。而中國傳說就指玉皇大帝係用雷聲召喚眾神就位，履行職責。傳統道教喺驚蟄呢一日拜祭白虎，嚟到鎮住妖魔鬼怪、蛇蟲鼠蟻嚟保護農作物。後嚟到咗現代社會，就慢慢演變成打小人。小人即係對你不利，會令你行衰運嘅對頭人。啲人希望藉住呢個儀式可以趕走厄運，而呢一個儀式一般都會喺陰暗嘅地方進行。喺香港灣仔嘅鵝頸橋橋底就係打小人嘅熱門勝地，所以喺驚蟄都會人山人海，甚至大排長龍㗎。打小人儀式有好多程序同埋用品，簡單嚟講咧，就係喺小人紙上高寫低你想對付嘅人嘅資料。專門打小人嘅婆婆就會用肥豬油嚟祭白虎，然後一邊用鞋或者拖鞋拍打嗰張紙，一邊念念有詞，為事主求平安同埋化解厄運。大概5至10分鐘就完成。唔好以為呢啲迷信嘅傳統只會有老人家先參與啊！近年好多年輕人都非常熱衷，尤其係辦公室女郎，佢哋嘅打小人對象通常都係情敵、同事或者上司。幾有趣嘅係，近年喺一啲示威活動上高，竟然將一啲政府官員當做小人，而進行集體打小人儀式嚟宣泄對政府嘅不滿。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估下打一次小人嘅價錢係幾多呢？打一次小人嘅價錢呢，係大概港幣50蚊，即係大概6個半美金啦。雖然有啲似巫術，但係與其話打小人係一種對他人嘅詛咒，不如就話係藉住呢啲儀式嚟發洩怨氣同埋壓力，從而得到心理上嘅舒緩。你覺得呢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一啲可以令人發洩怨恨嘅節日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
大家好，我係 Olivia，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年28，即係農曆新年之前嘅2日。中國人都會喺呢一日進行大掃除㗎。選擇年28去洗邋遢，係取其諧音易發，即係容易發達。農曆新年按照農曆曆法，所以每年都唔同日子。例如2014年嘅年28係喺1月28號，而喺2015年就係2月16號。你知唔知道其他喺中國文化入邊具有特殊含義嘅數字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俗語有云：年28洗邋遢，農曆年28大掃除係古時流傳落嚟嘅習俗，原因係財不入污門。新年嘅時候財神嚟到，如果見到污糟嘅屋企就唔會入去，所以每家每戶都會喺新年前將屋企搞到乾乾淨淨。無論財神係咪真係存在都好啦，過年前做好個人衛生同埋家居嘅清潔，去舊迎新，令到生活環境變得更加舒適，先至以最佳嘅狀態嚟迎接新春嘅好日。喺呢一日掃塵都有學問㗎。如果喺過去1年屋企發生過喜事嘅話，掃塵嘅時候需要往屋企嘅角落頭入邊掃，然後先收集抌入去垃圾桶，寓意將好運留喺屋企。相反，如果過去1年唔係好順利嘅話呢，就要連同呢一年嘅衰氣同埋唔願意，通通掃出門口。年28除咗大掃除之外，自身都要乾淨，包括洗頭、沖涼同埋理髮等等。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清潔用品係碌柚葉。相傳碌柚葉咧可以辟邪同埋將衰氣趕除。而近年咧喺醫學界亦都證實碌柚葉的確有一定嘅醫學效用。原來碌柚葉含有天然嘅黃酮類物質，可以幫人體血氣運行、趕衰老同埋抗發炎咁功效㗎。有啲人會問，年28點解係農曆新年之前2日呢？原來農曆同西曆唔同，係冇12月31號嘅，所以農曆嘅除夕就係12月30號，普遍稱為年30。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你知唔知其他喺中國文化入邊具有特別含義嘅數字呢？除咗數字8代表發達嘅發之外，4同9都有特別意思㗎。4同死亡嘅死發音差唔多，而9同長久嘅久就發音一樣。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又喺邊一日進行大掃除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愚人節。雖然唔係每個人都會特意喺呢日整蠱人，但係我哋就睇下幾件喺香港發生嘅愚人節事件啦。中國有一個關於愚人嘅傳說，你有冇聽過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喺香港，大部分愚人節嘅玩笑都係喺聊天室同埋論壇上高發放網絡謠言。例如某位名人被殺啊，某個公司倒閉等呢啲無聊嘅惡作劇。另外有啲年輕人呢，亦都會利用呢一日向暗戀對象表白，試探一下對方嘅反應。萬一被拒絕，就可以話講笑啫。雖然好多人以呢個節日為藉口而整蠱朋友，但係最好係一啲無傷大雅嘅玩笑啦，而唔係太過過分，令人身心受創或者恐慌嘅。例如2003年，當沙士喺香港蔓延期間，一名中學生發放假新聞，指香港已經成為疫區，海陸空交通全面封閉。呢個假消息咧喺網絡迅速廣傳，引起公眾恐慌。後來港府需要召開記者招待會嚟闢謠，仲拘捕咗呢位學生添。而喺同一日，亦都傳出華人巨星張國榮跳樓自殺嘅消息。當時每個人都以為係愚人節嘅惡作劇，直至睇到新聞報道，先至發覺係真係發生咗。震撼娛樂圈同埋全球華人社會。同某啲國家唔同，香港嘅新聞媒體係唔會喺愚人節製造假新聞嘅，所以喺相信一切消息之前，應該查詢可靠嘅消息來源。而家我哋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啦。中國有一個關於愚人嘅傳說，你有冇聽過呢？
愚公移山係一個耳熟能詳著名嘅中國傳說。話說有一位叫愚公嘅老人家，決定要將阻擋通道嘅兩座高山剷平。大家都話佢傻，但係佢以毅力同恆心打動玉皇大帝，最終幫佢將兩座高山搬走咗。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有冇好多愚人節嘅惡作劇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下次見。大家好，我係 Olivia， 歡迎收睇香港節日系列。今集我哋會介紹每年9月10號嘅教師節。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尊師重道，古時嘅教師身份更加可以比喻為學生嘅爸爸。可想而知，每一位學生對佢哋嘅教師都非常恭敬。但係喺現代社會又點呢？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對於教師節亦都有所改變。你知唔知係咩呢？我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公布答案。中國第一個教師節喺1985年9月10號舉行，主要係令到廣大人士認識到教育工作者嘅影響力，對教師地位嘅肯定同埋尊敬，同時紀念古代教育先驅孔子。教師令人類文化得以傳承，所以佢哋對社會嘅貢獻真係好大㗎。喺教師節呢一日，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都會舉辦聯歡會，表揚同埋感謝教育工作者為香港培育人才。香港非常注重師資教育，早喺160年前已經發展教師培訓課程。而家香港教育學院係香港眾多大專院校入邊唯一專注教師專業培訓嘅校園。而香港考試同埋評核局每年亦都會舉辦一次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確保教師嘅專業水平。喺一啲華人嘅社會，有啲家長會向老師送口禮，要求老師對自己嘅孩子多加照顧㗎噃。呢種陋習令到師生之間產生利害關係，所以近年好多個地區嘅教育部都會發出禁令，老師收禮有可能定罪為賄賂，嚟到制止呢一種不良風氣嚴重影響教育界。而且尊敬老師係唔需要通過物質化嘅方式嚟表達㗎嘛？你話係咪？而家中學生同大學生畢業嘅時候都會有謝師宴，除咗傳統上謝師嘅意義之外，仲增添咗同學臨別時聚會嘅意義，所以亦都叫為畢業聚餐。而家就嚟揭曉問題嘅答案。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對於教師節亦都有啲改變，你知唔知係咩呢？喺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香港嘅教師節係跟隨中華民國嘅，定喺每年嘅9月28號。而主權移交之後就跟隨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每年嘅9月10號。你覺得呢一集點呢？有冇學到啲有趣嘅知識？喺你嘅國家係點樣表達對教師嘅感謝嘅呢？喺 CantoneseClass101.com 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再見。Expand your vocabulary with our Core 2000 Words ebook. It's free and packed with essential expressions that you'll use on a daily basis. Star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today.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download your free Cantonese ebook before it's gone.